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历代志下今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俊伟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哦，我有了。们大家现在同心来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明白主的道。因圣经上记着说，我们寻求你，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恳求主来安静并松软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并有属灵的悟性，能明白主圣经话语里的奥秘。因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主赐下宝贵的应许，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关系。我们这样子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俊伟。那在我们昨天读到的列王记下的第29章，我们看到了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他带来第一波的复兴。虽然他是大卫的第14代，但是他如同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他也在这当中看见他如何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就是在他当独立作王的第1年，就召集了祭司利未人，成为他非常重要的同工，先恢复圣殿敬拜，还有利未人和祭司的职分，同时让他们知道如何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以及西西家也让这些利未人来成为百姓的领袖和榜样，让他们能够透过利未人和祭司能够来帮助百姓。同时他也洁净圣殿，在16天的当中，就把圣殿当中这一些神所不喜悦的污秽的物通通都清洁，然后再次重新奉献圣殿。虽然不像所罗门第一次奉献圣殿那样子的浩大，但是这个意义很不一样。就是是一次的复兴，是一次的宗教的改革，是一次很重要对上帝的一种立志。而我们昨天看到这个敬拜最高峰，就不是只有在这个敬拜当中，或是在台上服侍的这些人，而是每一位台下参与敬拜百姓的回应，透过他们的真诚的奉献、踊跃的回应，甚至连祭司也人手不足，所以利未人也来协助祭司来宰杀祭物。因为那时候的祭司还很多没有回到他们的工作呼召当中，还在那边流浪。但是呢，这整件事情在29章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办得非常的迅速啊。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是这是昨天29章，那今天继续看30章和31章的第1节。那主要30章呢，在讲到西西家王他要守逾越节。那这逾越节呢，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为奴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是他们1年当中的开始。那这逾越节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们等一下看到在这记载当中呢，他们似乎对逾越节很不熟悉。那同时呢，这个逾越节呢，也不是只有南国犹大所独享，而是西西家盼望能够和北国的居民一起来共享。所以我们请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好，那先请俊伟带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30章，请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5节。第1节，民众不能如期在第1月庆祝逾越节，因为礼仪上洁净的祭司不够，并且有许多人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西西家王和领袖们以及耶路撒冷居民同意在第2月庆祝逾越节。王派人告诉全体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又特别写信给以法莲之族和马拿西之族，邀请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起庆祝逾越节，遵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第4节，王和人民都满意这个计划。第5节，于是他们邀请所有以色列人从最南边的别是巴到最北边的但，一起到耶路撒冷来，照着法律的规定庆祝逾越节，遵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
人数之多是以前所没有的。好，谢谢。那在30章让我们看到，要确定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哦。那因为如果按照前面的经文来看，应该是一连串，因为他们从元月就开始来洁净，但是到元月16号完成，但元月14号呢是逾越节啊，所以呢已经完成的时候是16天，第1月16号已经超过了逾越节。好，那逾越节呢？在这里是在尼散月的1月，好，那是从尼散月1月，好，是14号逾越节，15号是除酵节，好，16号是出熟之果，好，出熟节，然后21号是连续8天，好，逾越节结束，好，那是在西历大概是在3、4月，就是我们今天的受难周复活节，但是在犹太历当中是尼散月，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有一段补过逾越节的例子。就是在2月14号来补过逾越节，所以从这个图表当中，逾越节紧接着是除酵节、出熟节，但是在2月有一个补过逾越节。那虽然没有写在经文当中，但是我们可以来追溯这一段的记载，是在民数记第9章。民数第9章呢，就讲到他们离开埃及后的第2年，原来第1年就是1月1号的14号，但是第2年正月呢，他们要守逾越节。但是这逾越节应该是守完了1月14号守逾越节，可是呢，守完之后呢，在第6节这边开始讲到说，有几个人因为碰触了尸体而不洁净，没有办法在1月14号守节，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亚伦，说他们为什么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在这个指定的日子贡献公物给上主？所以摩西就替他们去请示，请示的结果呢，上主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补过逾越节，但是这样的人呢，可以晚1个月，就是在2月14号的晚上，因为犹太人是从晚上开始，一样，要用无酵饼和苦菜，食物不能留到早晨，也不可以折断羊的骨头，然后根据所有的条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如果有人是洁净但没有外出旅行，好，他们就要担自己的罪。还有就是住在当中的外侨、外邦人，如果要守逾越节，也可以来参加。所以从民数记，就是摩西还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有一个2月14号可以过逾越节的部分呢，好的这样的一个规矩。但是在圣经当中几乎没有提到，一直来到了西西家这个年代，才又让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从主前的1400年到西西家王是700年，好，在当中大概过了快要600多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第2次补过逾越节的记载，但是在西西家的时候，因为西西家他有读圣经，可能他有勤读圣经，他有透过祭司利未人，所以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补过逾越节的机会，所以他是透过什么呢？他和王和领袖们还有居民一起开会讨论，然后呢，再通知全体的以色列人、犹大人，要写信给以法莲之族和玛拿西之族，邀请他们一起来过逾越节啊。而且呢，第4节说王和人民都满意这个计划。那这也是在圣经当中，从大卫王以来，或是扫罗王以来，我们看到第一个王他愿意跟领袖、跟人民一起来开会，然后大家都同意的计划。虽然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有和他的幕僚开会，可是开会的结果呢，他却听从他少年玩伴的意见，而且不是得到大家满意的答案。但是西西家王呢，我们会看到有3次，他都是透过和众人一起来讨论，然后做了决定。所以补过逾越节这件事情呢，也是大家看为好，所以他们一起来补过这逾越节。而且呢，从最南边的别是巴到最北边的但哦，所以这个地图就是从犹大国的南界别是巴到北边的但，他们都来补过这个逾越节。但是我们在这边也要再讨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有2种的看法，一个就是在西西家当王的第1年，但是呢，有的认为这个时候呢是西西家他不是在他25岁时候发生的事情，甚至是在北国灭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那时候北国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北国是何西亚王，就是何西亚
在最后的主前721年，他在位大概有这9年的时间。而西西家呢，在前面的这段期间呢，刚刚当王的时候呢，他有一部分是跟亚哈斯来重叠的。所以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国何西亚灭掉之后，那西西家王呢，他独立当王还是到亚哈斯他父亲死后，不晓得在哪一年，但是他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表示那时候北国已经灭掉了。所以西西家呢，也有可能这时候是已经来到了39岁，就按照这上面写25加14就是39岁，所以这是另外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看法的影响什么呢？就是现在西西家王他所要邀请这一些从但到别是巴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亡国了。重点是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王，没有自己的国土，而且是被亚兰所灭掉。那关于北国以色列亡国的记载，我们可以稍微利用时间看一下《列王记下》第17章，讲到呢亚哈斯南国就是西西家的爸爸在位的时候，何西亚做王，那做王只有9年。那上主看为邪恶，所以上主就派亚述皇帝撒曼以色来攻打。而且这亚述皇帝呢，就是亚哈斯找来的。亚哈斯在这个病急乱投医，请鬼拿药单的时候，找了亚述，结果亚述就灭了亚兰，又灭了北国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何西亚呢就被撒曼以色逮捕，被监禁。其实这是讲到说，后来撒曼以色入侵了北国以色列，围困撒玛利亚了3年，然后在最后的第9年。攻下撒玛利亚，把北国以色列人都掳到亚述去，放在亚述的哈拉哥善、哈伯和米底亚人的城市，撒玛利亚城就沦陷了。所以在这边有很清楚的记载。那在这段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几件事情。第7节讲到说他们为什么国家灭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以及呢讲到了19节。犹大人就是南国也没有遵守上主的法律，他们像北国一样接受当地或是外地或是迦南人的这些的风俗，所以上主不仅弃绝了以色列人，也分裂以色列犹大，甚至也来惩罚他们。那北国被移到后来呢，亚述皇帝呢，他还甚至把巴比伦人、古他人、亚瓦人、哈马人、西法瓦因人迁到北国撒玛利亚各城市，代替被掳的以色列人，然后亚述王就占据这些城市，住在那边。那所以这个是北国灭掉，就是在西西家王那个年代。所以若西西家王的复兴是在他做王的第14年，就是他独立做王的这个时候的话呢，那这时候北国其实就是没有王了，没有国了，而且他们是混在一起，所以呢，他们才会去邀请全体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然后呢，特别是以法莲支族和玛拿西支族，因为这2个都是约瑟的后代，已经在肉体上是成为以色列的长子，是雅各为他们祝福的。那他们就一起来过这样的节。好，所以前面呢，大概花一些时间来解释。好，接着呢，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从这个西西家王邀请南北国的居民都来守节，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叫人把这封信送出去。好，请俊伟带我们来读，从第6节读到第9节。送信人奉王和领袖们的命令出去，把下面这样一封邀约信传遍犹大和以色列各地。以色列的人民啊，你们是在亚述王来侵蚀幸免于难的人，你们要转向上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就会转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先和同胞，他们对上主他们的上帝不忠的同胞，正如你们所看见的。上帝严厉地惩罚了他们，不要像他们那样顽固，要顺服上主。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这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使他永远圣洁的地方，你们来敬拜他，他就不再向你们发怒。如果你们转向上主，那些掳走你们亲属的人就会怜悯他们，让他们回来。上主你们的上帝是仁慈，满有怜悯的。你们转向他，
他就接纳你们。好，谢谢。好，所以这封信呢很简短，好，然后他提到3次，就是要转向耶和华，转向就是一个 U-turn， 好，那它另外意思就是悔改，好，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列王记下第17章，好，讲到了这个北国沉沦灭亡的时候，百姓来不及悔改，但是上帝透过西西家，好，也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的时候呢，让北国的人民有机会来悔改。这个悔改呢，就包括要转向，然后呢要归向，然后就是在第8节所说的，要到圣殿来，进入圣殿，因为这圣殿是上主使他永远成圣的地方，在圣殿来服侍他。好，那当他们来亲近神，上帝就亲近他们；那些掳走你们亲属的人，就会怜悯他们，让他们回来，因为上主是仁慈，满有怜悯。你们转向他，他就接纳你们了。好，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西西家王，好，他用这封信来邀请南国，甚至也邀请北国的这些兄弟，向他们来彰显上帝的呼召。但是呢，这封信我们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10到12节，百姓看到信的结果。收信人走遍以法莲和马拿西地区，甚至往北到西布伦之族各城，可是那里的人嘲笑他们，侮辱他们。虽然如此，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之族中仍有人愿意到耶路撒冷来。上帝也在犹大人中工作，使他们一致决定遵行他的旨意，听从王和领袖们的命令。所以有人嘲笑，但是呢，也有人相信。嘲笑的呢，就侮辱他们这些送信的人；但是呢，相信的人呢，包括亚瑟、马拿西、西布伦。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地图，这个从西布伦来的人，好，然后呢，亚但但是那个刚才送信的地方最远送到但，所以以法莲、马拿西，好，还有亚瑟支派，好，也都有人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愿意来亲近上帝。上帝就透过西西家王的呼召，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做什么？好，来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脱离为奴的日子，脱离外敌的欺负。那透过这个特别的节日呢，让他们再一次去重新的领受上帝的拯救，因为北国这时候已经被灭掉了，这些被灭掉的北国的居民，他们一定是相当的痛苦难过，而也在这当中要寻求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一些送信的人，他们就带了一批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好，接下来就是准备要来进入守节的时候。好，那请俊伟带我们来读从13节到22节。许多人在第2月聚集在耶路撒冷庆祝除酵节，他们把耶路撒冷所有献祭烧香的祭坛都扔在吉伦溪里。那月的14日，他们宰了小羊做逾越节的牲祭。祭司和利未人觉得羞耻，就洁净自己，把烧化祭带到上主的圣殿。他们按照神的人摩西法律的指示，站在圣殿他们应站的位置上。利未人把祭牲的血给祭司，祭司就把血洒在祭坛上。许多人因为礼仪上不洁净，不能自己宰逾越节的小羊，所以利未人为他们宰，把小羊献给上主。除此之外，许多从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等支族来的人没有洁净自己，就吃了逾越节的小羊，这是不合规定的。因此，西西家王为他们祷告说：“慈悲上主，我的祖宗的上帝啊，请饶恕那些未照圣所规定洁净自己，却全心全意敬拜你的人。”上主垂听西西家的祷告，饶恕了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民众一连7天欢欢喜喜地庆祝除酵节，每天利未人和祭司极力地颂赞上主。西西家称赞利未人，因为他们善于领导人民敬拜上主。好，那谢谢。在刚才第5节的地方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第5节，
就是他们庆祝逾越节呢是很人遵从以色列的上主人数之多是以前没有的啊，但是在和本翻译说他们已经许久没有照所写的守这节啊，好，所以在和本有2个翻译，好，就是继续守这节的人不多了，好，但是呢在和本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好，他们已经许久没有守这节。甚至有人呢就推测说，这个呢逾越节南北国已经有200多年没有一起来守这个节，就是他们分裂也200多年，这是其中之一。那甚至呢还有的认为说，从出埃及之后一直到西西家这个时代，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看到他们守逾越节的记载，甚至认为在第2个逾越节之后，出埃及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守这逾越节，但我们不太清楚。好，但总之呢，这件事情呢，在西西家的手中发生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刚才这段经文呢，他们就是延后1个月的逾越节，好，但是呢，这是全国，不是那些摸到死尸不洁净或是外邦人的逾越节，而是连王带领百姓，他们透过开会一起来守这个节。他们一样把他父亲亚哈斯这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丢在城外的吉伦西，同时呢，就按照14号的节期，然后宰了小羊。这里讲到祭司利未人觉得羞耻洁净自己，那这是在回应前面1章。当初的时候呢，祭司人不足，人手不足，所以利未人他就也分别为圣来帮助祭司。甚至呢，在这1章当中就是也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人手不够，所以祭司利未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出来承担，所以他们就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他们再次站出来，然后分别为圣，接受这样的呼召，然后来做圣殿的服事。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然后来献祭守节。但是呢，按照摩西的这个逾越节，第1次逾越节是在家里面，每一个人要在家中来宰杀这些的羔羊。可是呢，在这里呢，却是由利未人和祭司来服务因为他们没有洁净，所以不能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利未人就替他们来服务，替他们来协助。所以利未人祭司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而也很多人在这时候呢，就再次加入了圣殿当中服事的工作。那因为那封信的关系，18节讲到有一些从外地北国来的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以萨迦支派、西布人支派，他们也都已经很久没有洁净自己，或是没有洁净自己，可能包括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然后就吃逾越节的羔羊，不符合规定。所以西西家做什么呢？西西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得罪上帝，因为利未记第7章19节到21节讲到这些没有洁净自己的人，若是来吃逾越节羔羊，是要从民中被剪除就是要被上帝消灭的。所以西西家知道这件事情，就为他们祷告。19节，慈悲的上主，请你饶恕那些没有按照受割礼的人。而20节讲到上主就垂听西西家的祷告，所以呢就饶恕他们。那这个饶恕呢，第一个饶恕它的意思是属于遮盖，求上帝遮盖，求上帝平息，求上帝赎罪那些没有按照规定的人。而西西家祷告之后呢，第二个这个上主的饶恕他们，在和本修订版翻成医治了百姓，医治，因为第二个这个饶恕呢，它比较偏向是医治的意思，所以可能他们生病了，所以西西家知道他们有问题，所以呢，上主就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他们。但是如果我们读现在中文译本修订版是2个都翻成饶恕，就没有看出这个的意思来。那聚集在耶路撒冷民众呢，一连7天，因为逾越节就是除酵节，然后再来就是7天的节期，然后每一天呢，利未人和祭司他们都竭力的颂赞上主，而且呢，西西家也很肯定这些利未人，因为这些分别为圣人果然按照当初西西家对他们呼召，善于领导人民来敬拜上主。所以如果我们很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经文，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根据圣经在走。好，那我们再看最后的这几节23到27节。民众献平安祭，并赞美上主，
他们祖宗的上帝。过了7天，大家决定再庆祝7天，于是他们又快乐地庆祝。西西家王捐出1000头公牛和7000只绵羊给民众宰了吃。领袖们另外又捐出1000头公牛和10000只绵羊，许多祭司都洁净自己。犹大居民、祭司、利未人、北部来的民众和定居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外族人，大家都很快乐。耶路撒冷城充满喜乐，因为自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以来，没有过这样的盛事。祭司和利未人祈求上主赐福人民，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好，谢谢。那在这7+1天，就是8天的逾越节节期之后呢，好，他们结束献平安祭，好，赞美上帝。但是呢，他们这样过了7天，大家决定，这里决定和本翻成大家商议啊，全部的会众就大家开会讨论，好，那王也参与，好，允许，所以他们又在庆祝7天。那这个就是不符合摩西的规定了，就是在摩西律法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是在西西家的年代当中所发生的，但是大家都同意，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做，而且是快乐的庆祝。那为此这7天呢，西西家又再捐出1000头牛、7000只羊给民众来吃，已经看得出来啊，比之前献的这个70头牛、100只羊、200只羔羊呢多很多了，表示大家的奉献呢已经都多出来很多，领袖们也一样多很多，所以在这段时间呢，1000头牛、10000只羊，所以表示这个国家呢也在强盛当中，在成长当中。那许多祭司呢也出来洁净自己，在这里是讲到这些的祭司呢又将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这是第3波祭司的复兴，从西西家出来，然后第1波、第2波、第3波，这些祭司就一批一批的出来承接这些上帝的呼召和圣旨。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他们摩西律法没有这样要求，但是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节庆，对于这样的日子，大家真的是没有办法离去这样上帝的同在或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人民呢自愿自动自发，然后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西西家王奉献，然后领袖也奉献，让百姓可以继续，因为这么多的人聚在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吃喝过夜等等的，所以已经7天，又在7天，那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总是要有地方可以住，必须要让他们有东西可以吃，但总之呢，大家都很快乐。26节讲到这样的城，在这个城当中呢，就充满喜乐。虽然那时候北国已经被灭掉了，然后呢，亚述呢可能还虎视眈眈，准备要把手伸到南国犹大来，但是呢，他们却认真的守节过节，同时呢，欢喜的庆祝。那所以圣经说，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来，没有这样的盛事。意思就是说，上一次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的上一次呢，就是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在这当中包括有耶和耶大的复兴，有约沙法的复兴，有亚撒王的复兴，但是都没有像西西家王这个时候的复兴这么样子的大，直追圣殿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复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记录。但是西西家做什么事情呢？西西家也没有迎接约柜，西西家也没有盖好圣殿，西西家只有透过利未人和祭司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其实就是恢复了逾越节。光做好这还有洁净圣殿，光做好这3件事情呢，就让这个城的喜乐和祝福可以直接回到当初所罗门献圣殿时候的盛世。所以祭司和利未人祈求上主赐福人民，上主听见他们声音，就从天上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真的就是来到了历代志下第7章，上主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第6章、第7章的时候，直接回应他们。好，我们还有一节，好，那我们再请聚伟带我们来读31章的第1节。31章第1节，
节期完了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到犹大各城去，击碎石柱，砍断亚舍拉女神的柱像，废除了祭坛和山丘上的神庙。他们也在犹大其他地区以及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境内做了同样的事，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好，谢谢。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前面那一章呢，我们直接读31章第1节呢，好，发现为什么他们这么勇敢，愿意去彻底去废弃那一些的偶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来自于30章。为什么会有30章？就来自于29章。所以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所以真的是百姓，我们终于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好王，但是上帝说只是他们没有废去这些丘坛，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像西西家王这么样子的彻底，透过利未人和祭司的系统，透过圣殿的敬拜，透过节期，把百姓的信心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能力去对付那些的偶像、丘坛、亚舍拉女神的柱像，还有山上的这些神庙。但是当他们认真的守节、认真的敬拜、认真的奉献，他们回去之后呢，就能够面对这些的偶像，甚至主动的去废掉那些的偶像，就是真的从悔改，就是真的一次发生。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比较多让我们可以学习或是看见的其他的旧约的记载，等是让我们知道说，即便我们并不是盖圣殿的人，即便我们并不是迎接约柜的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喜乐的心，用敬拜的心，用分别为圣的心志，在敬拜当中一样可以充满上帝的同在，充满上帝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是在地上的喜乐和天上的喜乐都一起的发生。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俊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历代志下的第30章，让我们看见守逾越节这件小事情，但是在西西家王的带领当中，成为一个南北国合一祝福的一件极大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在这样子一个逾越节的遵守当中，并不是靠着一个人或是少部分的努力，而是经过不断长时间的累积，透过不断的预备，看见上帝的祝福是一波又一波的兴起。也求上帝祝福我们在今日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参与，也能够学习西西家王，并且成为像是利未人一样的心志，愿意分别为圣，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能够立定心意来寻求主，求主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谢谢牧师，晚安。